主后2023年7月初3，每日圣安公读经，求你互我知，你听我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41篇。看顾散赤人的人真有福气，伫患难的日，上主会救伊。上主会保守伊的性命，互伊伫地上享福，袂照对得的心愿，将伊交互因。伊倒入病床，上主会扶持伊；伊破病的时，上主会互伊搁爬起来。我捌讲，上主啊，我有得罪你，求你怜悯我，医治我，因为我有得罪你。我的对敌用歹话议论我，讲伊一时会死，伊的名一时会消失。因来看我，拢讲白贼话，因心存奸恶，一个出去就四界甲人讲。所有怨恨我的人，自不自主议论我，因设计谋要害我。因讲，伊的身躯有得着绝症，已经倒床袂起来。我所信任、食我的饭、知己的朋友，竟然举骹踢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互我搁爬起来报复。我的对敌袂赢我就知你意爱我，因为我宣传正直，你会扶持我，互我永远徛伫你的面前。愿称赞归乎上主，以色列的上帝，对永远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求你互我知，你听我。诗人祈祷讲，我的对敌袂赢我就知你意爱我。偌尔特别的祈祷词。诗人伫身心的伤痛痛苦中，祈求上帝照着互伊康复，无互伊的受得恶魔实现，来肯定伊和上帝的关系。续落去，诗人讲：因为我的宣传，你总是扶持我，互我永远徛踮伫你面前。话中充满对家己单纯正直，和对上帝必然帮赞的双重肯定。诗人的话，互人羡慕，也互人纳闷。伊的破病究竟甲伊的罪有关系无？诗人对家己的正直遮尔有把握，为虾米要遭致众叛亲离呢？对文法推测，诗人是指过去捌经历上帝的赦罪甲怜悯，总是未必然就甲现在的苦境有关。伫第1节到第3节，诗人陈述上帝的应允，也通讲是对听众的护法，家己是当下迄个贫困无助、需要关怀的人，也暗示伊今仔日的困境是来自伊坚持廉洁自守，关心散赤人。约翰福音13章18节记载，耶稣捌引用这段经文，描述伊特别经历的事。顶下文段落阁有个门徒也要经历同款的代志，安尼阁较通肯定，跟对耶稣遵行上帝旨意，是可能招致众叛亲离的。对关注别人的患难和无助，到忍受病痛，搁遭受亲友背弃，一连串戏剧性的起落，是真侪真实人生的写照。伫28事件中，花莲凤林乡涨价的幸存者张义仁，就伫凤林28
专访中直言，就算家族遭逢巨变，伊还是相信有上帝，因为毋简单因的家族，历史上真侪人拢拄过即款的代志。圣经明确记载，使徒约翰伫这段下面看到遐个捌为着传扬上帝道，忠心做正受抬的灵魂，因向上帝诉冤，等待上帝的审判。这显示，伫罪恶横行的世界，上帝儿女会遭受邪恶的压迫。对世人的悔改、认罪到祈求，呈现上帝甲人之间疼的关系。一方面，上帝明知世人毋值得信赖，却要怜悯遵守盟约。伊明知世人会彼此袂调背约，却要搁放心，予伊自由，予伊经历试炼。另外一方面，世人明知遵行上帝旨意，未必然万事如意、富贵平安，总是要奋志军队。世人呼求上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互我搁爬起来，报复因。我的对敌袂赢我就知你意爱我。安尼发自人性真诚特别的祈祷，搁较显出世人对上帝的信赖甲疼。虽然困境还伫地，众叛亲离的伤痛和遗憾难以抹去，世人还呼召听众学了上主来做结束。成功克服困境的见证相比较，这搁较通对困境中的人带来愿望。默想，我安怎认捌上帝对我的疼？我对伊的认捌，敢会当互我搁较勇敢揽抱，承担家己和别人的性命，无惊吓，搁为安尼学了上主？我安怎认捌上帝对我的疼？我对伊的认捌，敢会当互我搁较勇敢揽抱，承担家己和别人的性命，无惊吓，搁为安尼学了上帝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当我伫复杂的女世途中，身心拢亚线的时，愿你的疼坚定我，互我持守伫你顺传的道路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